各位我係某份春雲戰，大家好。今次咧4月12號星期日沙田日馬賽事，總共咧跑11場賽事。頭場個開波時間晏晝12點30分。至於今次賽事跑道咧都會 C 跑道，呢條沙田 C 跑道咧個闊度有21.3米，大部分嘅路程咧除咗1000米除外，檔位咧都係由中至內欄有優勢嘅。由過往上面都見到咧呢條跑道咧有利於跟前嘅，但對於排內檔嘅後上馬咧有機會因為跑道狹窄啊，容易受困啊。相反對於一啲咧排外檔嘅後上馬咧，反而更加容易咧喺外檔咧望空衝刺嘅。中意留意馬匹檔位嘅朋友可以參考下。至於今次賽事，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兩匹消息馬。呢兩匹消息馬咧，今次出賽咧都有幾點咧共通之處。首先包括咧呢兩匹消息馬都係屬於同一個馬房，兩匹馬咧都係屬於同一批嘅馬主。另外呢兩匹馬共通之處咧就喺上次賽事啊都啱啱咧搏輸咗，所以幕後相隔咗咧只係大約2個禮拜，就立不咧安排匆匆咧再次出賽。目的只係一個，我當然希望咧可以同馬主啊追回上次失地，並且能夠咧勝出一條咧第8口嘅孖寶。OK， 今次賽事我哋第一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8場4號馬安都。安都呢一匹咧來自澳洲嘅自購馬，今年4歲，隸屬咧蔡約翰馬房。安都多年喺紐西蘭啊，已經由練馬師黎超星購入，後來咧轉售俾而家香港嘅馬主。安都咧喺紐西蘭咧跑咗3場1000米賽事，分別獲得咧1冠1季成績。自從咧勝出頭馬之後，馬主咧就立即咧安排安都咧轉過嚟香港出賽，並且交由咧練馬師黎超星訓練。安都咧上年第一季嚟香港出賽，喺黎超星馬房咧跑咗7場賽事。由於咧成績普普通通，甚至乎咧馬匹由3班降落4班出賽之後，安都咧仍然冇突破性嘅演出。加上當時練馬師黎超星啊，整體馬房成績平平，所以馬主啊順勢將安都啊轉咗入龍天鵬馬房。安都咧轉咗入龍天鵬馬房之後，好快咧就交出好成績。喺轉倉之後，第2場賽事已經跑入一席位置，跟住咧再跑2場賽事之後，安都成功咧贏到咧嚟香港第1場頭馬。由於練馬師龍天鵬啊喺季尾退休，所以旗下馬匹啊需要轉去咧其他馬房。練馬師蔡約翰啊不嬲好少咧收轉倉馬，難得今次咧肯接收咧安都，所以當時啊好多人都睇好咧安都喺今年嚟緊嘅表現。安都咧轉咗入蔡約翰馬房之後，頭2場賽事已經立刻咧攞到1冠1亞成績。由於喺嗰場咧4班賽事勝出之後，馬匹評分咧被加咗6分，所以要咧再次上翻3班出賽。上咗3班之後，跑咗2場賽事，安都好快咧已經能夠啊適應咗咧3班嘅步速，所以咧喺最近3場賽事啊分別攞到咧冠亞季各1嘅成績，並且咧成功突破到咧喺第3班賽事贏馬。喺最近一場賽事，其實幕後啊好想替馬匹啊完成打一搭勝出2場賽事，但好可惜咧最後功虧一簣。因為呢場賽事安都喺直路啊受到大衛希斯馬房嘅中國心啊喺直路外閃影響，最終咧騎師艾少禮啊雖然奮力策騎，但係最終咧需要影相判斷勝負名次之下，輸咗俾咧沿途走好位呂健威馬房嘅黃金騎士。頭2名2匹馬只係相差咧短馬頭位嘅距離。最後咧，安都只能夠咧屈居第2名個終點。其實咧睇翻呢場賽事，安都嘅騎師啊艾少禮啊，可能最初咧胸有成竹，所以沿途啊冇刻意貼欄，只係留守喺咧第2碟位置。到時希望咧入到直路之後，順利揾到咧網空嘅跑線，令到馬匹咧可以全力衝刺，贏出頭馬。但可惜事與願違，可能騎師咧為咗求勝心切，希望盡早咧可以爭取咧有利嘅位置，所以喺轉彎咧入直路嘅時候，騎師咧不惜咧剎腳程掟大彎。跟住入到直路之後，馬匹正要咧全力衝刺嘅時候，突然受到咧大衛希斯馬房嘅中國心喺直路外閃影響。雖然騎師艾少禮啊喺直路啊奮力策騎，最終都輸咗俾咧沿途守好位呂健威馬房嘅黃金騎士。最終咧安都以短馬頭位距離輸咗呢場賽事。安都咧輸咗呢場賽事之後，好快咧被安排咧上咗從化咧稍作休息，跟住幕後好快咧就安排咧加強操練，當中包括咧3日之內啊安排馬匹咧喺大圈快跳2課。由呢2課快跳見到安都嘅狀態啊完全冇低落過，甚至乎咧比上次賽事啊更加好添。嚟緊嘅星期日賽事，安都被安排啊同上次賽事啊相隔只係2個禮拜，就立刻再次出賽，繼續報跑咧沙田1006米賽事。其實安都啊今季真程咧跑呢個路程之後，一共跑咗6次，攞到咧2冠1亞、1季、1個第4同1個第6嘅成績。跑呢個路程啊全部都可以替馬主咧攞到獎金。對於嚟緊嘅賽事，雖然今次馬匹出賽啊屬於匆匆在戰，但幕後都有一定嘅信心，希望可以咧追翻上場賽事失落嘅頭馬。
今次賽事繼續配騎師艾少禮，到時咧騎師艾少禮一定打醒咧12分精神。邦尼馬斯蔡約翰勝咗頭馬，所以今次賽事大家可以留意下安多嘅演出。第二匹嘅消息馬，今次賽事我哋第二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9場1號馬安泰。安泰呢匹來自英國嘅自購馬，今年6歲，隸屬蔡約翰馬房。安泰同安都一樣，未嚟香港之前已經屬於而家香港馬主所擁有。安泰喺英國跑過4場賽事，得到1冠2亞1季嘅成績。同樣地當安泰贏到第一場頭馬之後，馬主就立刻轉過嚟香港出賽。安泰喺22、23年喺香港第一季出賽，一共跑咗7場賽事，當中最叻只係得到1亞1季嘅成績。第一季用咗接近半季嘅時間，仍然未能勝出任何嘅賽事。雖然馬匹喺第一季未能交出頭馬，但係有件值得開心嘅事情，就係幕後可以見到呢一匹來自北半球嘅馬喺季尾已經開始越嚟越適應香港嘅環境，並且可以交出3甲嘅成績。安泰踏入嚟講嘅第二季，即係第23、24年度嘅馬季，馬匹跑到第4次賽事，喺沙田一場1400米賽事，終於贏出嚟香港第一場嘅頭馬。安泰好似一般來自北半球嘅馬，踏入4歲之後，好多都會有突破性嘅演出。當然安泰亦唔例外。自從踏入4歲之後，劉立筆勝出頭馬，反映到安泰呢一匹周歲價當時要賣到200幾萬港紙嘅北半球新馬，只需要適應香港環境，佢一定可以交出好嘅成績。安泰喺上一季賽事，由於馬匹開始成熟，所以所步跑嘅場次比前2季越嚟越多。喺呢一季一共跑咗14場賽事，攞到2冠2季成績。同樣地，呢4場跑入3甲嘅賽事，都係出自沙田1400米嘅賽事，可以反映到安泰跑呢個路程可以話老有專長。另外，對於幕後嚟講，好開心見到安泰可以成功突破喺3班嘅賽事，勝出頭馬，認為安泰仍然有進步嘅空間。安泰去到今季賽事頭10場賽事，並唔可以再次交出頭馬，當中最叻只係攞到2場第2嘅成績。直至喺前嘅一場賽事，安泰再次由騎師潘頓策騎，幕後並且嗰步跑安泰自己最拿手嘅路程沙田1400米。結果安泰開閘之後，沿途留守喺最後嘅位置，直至去到直路最後嘅400米，潘頓只開始將馬匹從後殺上，並且成功做出全場最快嘅末段時間22秒92，並且最終以1個頭位距離壓倒貴福特馬房嘅隨我同來，奪得呢場賽事嘅頭馬。其實呢場賽事騎師潘頓嘅發揮可以話一絕。我哋不如先重溫下呢場賽事，睇下騎師潘頓喺直路點樣發揮安泰，最終替馬匹奪得呢場賽事。好啦，過呢800米段處啦，前面放嘅馬呢就加州勇勝耍開大步佔先噶啦，龍之邦第2位翠湖烈風內蘭第3，雷神太保第4內蘭第5，仲有呢隻紅財外邊第6位吉星騎士，再後邊內蘭大面箍白衫白帽光年情長馬林中間隨我同來，外邊銀光奔騰平到最出呢就係花開，馬林中間揾緊位，黃衫藍袖呢就和道風，安泰跟住佢後邊噶啦，最後300米到啦，加州勇勝依然係好輕鬆，拋離咗1個身位，原欄追上嚟噶嘛，有光年情長出邊追，有中檔位置就係呢隻隨我同來和道風，安泰亦都追緊，最後100零米透出噶嘛，隨我同來和道風外邊追佢，最出上跟嚟仲有隻安泰，安泰呢幾步好勁直逼隨我同來，睇個勢過安泰贏跑第2名隨我同來，第3名係和道風，第4名係雷神太保呢場賽事安泰做出嘅時間相當好，包括做出嘅全場時間1分21秒4，呢個時間比標準時間1分22秒正，發咗6線。另外再睇翻安泰做出嘅末段時間，只係需要22秒92，呢個時間除咗比同班第4班標準末段時間快之外，甚至乎比高一班，即係第3班嘅標準末段時間都要快2線3。另外最重要大家唔好忘記呢場頭馬安泰要孭到最重磅135磅出賽，但係佢都可以做出咁快嘅時間，真係非常犀利。安泰喺上一場賽事改跑咗沙田泥地1650米，並且改配騎師艾少禮，最終結果呢場賽事安泰同頭馬只係相差短馬頭位嘅距離，最後只能夠跑到一直第3名過終點。其實呢場賽事安泰喺直路因為受到前面馬匹影響，所以安泰唔可以第一時間望空，令到騎師艾少禮唔可以大力推策，結果最後以短馬頭位距離失去咗呢場頭馬，真係有啲唔抵。安泰跑完呢場賽事之後，並冇好似過往賽事之後
就立刻上返從化。馬後今次咧，佢只係安排繼續留守喺沙田操練。馬後同時立刻替安泰報跑相隔10日之後嘅賽事，並且改報翻佢最拿手嘅路程沙田1400米賽事。今次馬後並且立刻再次揾騎師潘頓幫手策騎。其實騎師潘頓同安泰真係相當合拍，因為安泰喺香港攞到4冠4亞4季嘅成績，當中3冠3亞係由騎師潘頓攞到。其實潘頓至今策騎過安泰上陣6次。全部都非冠質啊！人同馬真係非常合拍。今次賽事馬後匆匆安排安泰再次出賽，並且改跑馬匹最拿手嘅路程沙田1400米。最重要就係揾埋最合拍嘅騎師潘頓幫手策騎。當然目的只係一個，可以同主馬安都一樣，一齊喺嚟緊嘅賽事同日可以追回失地，勝出頭馬，並且可以構成一口第8口嘅孖寶。最後值得一提嘅就係嚟緊嘅賽事，練馬師蔡約翰今日出馬有7匹，聽到消息當中有幾匹馬跑後3嘅機會都幾大。聽到吹風嘅消息，對於今次賽事佢得到頭馬嘅數字有機會坐二望3或者更多，所以嚟緊嘅賽事我哋都會睺實蔡約翰呢個馬房，希望到時呢個馬房有好嘅演出，真係能交到2至3場以上嘅頭馬，到時希望真係可以見到。OK， 我重複嚟緊嘅賽事2匹嘅消息馬。第一匹嘅消息馬係第8場4號馬安都，第二匹嘅消息馬係第9場1號馬安泰。另外再提大家嚟緊嘅賽事，由於有新馬賽事，所以將會跑11場賽事。如果想投注第一場賽事嘅朋友，記住第一場嘅開跑時間係晏晝12點30分。OK， 祝大家喺嚟緊嘅賽事贏多啲，好運啦。OK， 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另外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